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科罗拉多洛基以8年总值2亿6千万美元，约新台币80亿元的延长合约留下三垒手亚瑞纳多，让他成为史上平均年薪最高的野手。依照这份合约，亚瑞纳多 Nolan Arenado 的平均年薪达325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10亿元，这让他超越底特律老虎，平均年薪3100万美元，约新台币9亿5千万元的卡布瑞拉 Miguel Cabrera， 成为大联盟史上平均年薪最高的野手。过去4年，亚瑞纳多平均可贡献40支全垒打，126分打点，帮助洛基打进季后赛。在他打大联盟的6年期间，也全数拿下3垒金手套奖，并4度获选参加明星赛。尽管洛基还未正式对外公布这份合约，亚瑞纳多告诉《今日美国报》（USA Today）， 他很开心能留在洛基。亚瑞纳多说：“这真的是个好地方，我很享受在这里的舒适。你认识教练、球员，最好的一些朋友也在队上。”亚瑞纳多提到：“我在这个球队成长，所以这里就像家一样。当球队有所改变，我就在队上了。那是很棒的感觉，我是球队转变的一部分。你会想在你全新的地方拿下胜利。”亚瑞纳多生涯至今6年，打击率2成91，共挥出186支全垒打。2018年球季打击率2成97，有国联最佳的38支全垒打。上季在年度最有价值球员 MVP 票选中排在第3。